25号，文南里活动中心传来阵阵的帐篷，因为1000粒的肉粽已经穿好势，准备甲里民博感情。特别是关怀里内独居长辈，互因感受过节的气氛。文南里为了庆祝五日节，除了送烧肉粽的祝福，嘛邀请淡市掠零这个工会赛区来为里民免费掠零，互大家送一个相当大心。当然，当头起也是好时光集团所分享的经典老歌，互在场的长辈听甲入味。咱就准备1000粒肉粽，伫遮大家做伙品尝，佮有邀请呢，咱的视障迄个长者呢来遮免费按摩，佮有咱的迄个老歌演唱呢，咱的好时光乐团来遮唱老歌，互大家伫遮迄个娱乐。第6届社区志工团队当年用心打造了文南里伫治安、环保甲消防拢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绩优。南区区长嘛特别前来勉励，同时借出宣导天高热风气。因为天气特别渐变热吼，才特别要呼吁各位吼，因为在座各位拢是长辈吼，咱拢烦恼的就是讲，万一哪个那个疫情就发生吼，对长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害，所以拜托各位吼，一定要做好环境卫生吼，环境卫生。文南里已经办20几档的五日节活动，明年都会当刷到新的活动中心来办，嘛互大家相当期待。台南新闻阮籍采访报道。